洲权威杂志《中亚评论》2019年第1期中介绍了维吾尔人和东突厥斯坦问题。该杂志关注东突厥斯坦的现状和中国政府的镇压。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维吾尔文化专家芬雷不仅介绍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和同化政策，还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进行了分析。巴基斯坦当局逮捕了诈骗网络的一些成员，他们被控欺骗巴基斯坦年轻女孩假结婚，然后在中国强迫他们卖淫。此前，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敦促巴基斯坦和中国认真处理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妇女在中国充当性奴隶的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新娘贩卖。巴基斯坦一家主流电视台上周播出了一家非法婚恋介绍所的画面，其中有包括1名13岁青少年在内的6名巴基斯坦女性，她们等着以新娘身份被送到中国。20国集团峰会在日本举行之际，自由印太联盟邀请西藏、维吾尔与内蒙古活动人士于今天在大阪召开讨论会，狙击中共打压人权恶行。而在昨天，数百名维吾尔人与大阪街头游行示威，抗议中共对他们境内同胞的压迫。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出席当地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号召的集会，再次表达反对香港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立场。他们争取20国集团峰会期间外国领袖关注香港问题。菲律宾一艘渔船于本月初在南沙捕鱼时被中国广东省渔船撞沉。为了淡化菲中冲突，菲律宾总统杜特迪日前形容这起事件只是一起小型海上事故，但反对派不满杜特迪一昧袒护中国，指责他违宪，更计划发动弹劾。对于弹劾一触即发，杜特迪愤怒地表示，会把反对者全部关进监狱。伊朗已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控告美国无人机侵犯其领空。伊朗外交部副部长格拉姆·侯赛因德赫卡尼说，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控告美国无人机侵犯其领空。德赫卡尼说，美国未能证明没有侵犯伊朗领空。他强调说，这架间谍飞机坠毁在伊朗领土上。德哈尼也评估了伊朗对美国对国际法院制裁的控诉。他说，美国应对伊朗的毒品和食品实施制裁而受到谴责。